親愛嘅天父，我哋以創世記第23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嚟到創世記23章，撒拉佢安息主懷。佢係喺希伯倫去世嘅。本章嘅第1節，撒拉享受127歲，這是撒拉一生的歲數。撒拉係127歲，佢係喺聖經裏面所記載唯一一位女性有記載佢死嘅時候嘅年齡嘅，可見呢件事件係一件特別嘅事件。本章嘅第2節，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倫。亞伯拉罕來哀悼撒拉，為他哭泣。佢呢個時候喺希伯倫，但係我哋仲記得喺上一章，其實佢哋仍然生活喺別是巴，好可能佢哋係返到咗希伯倫，因為佢哋之前喺希伯倫係住咗20幾年嘅時間，而家可能兩老已經老啦，佢哋選擇返嚟希伯倫。至於以撒佢有冇跟住佢哋嚟到呢個地方，呢度並冇講清楚。當時以撒已經37歲啦，好可能佢哋係已經分地移居。又或者以撒都係有一齊返到嚟希伯倫，但係佢媽媽死咗之後就離開咗，因為喺下一章我哋見到以撒其實係返到去南地，即係尼革夫，亦即係別是巴嘅附近。本章嘅第3節，然後亞伯拉罕起來，離開死人面前，對客人說，第4節，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請給我你們那裏的一塊墳地，我好埋葬我的亡妻，使她不在我的面前。喺呢度我哋見到，其實呢一章所要講嘅最大嘅重點，就係亞伯拉罕佢要去買地，佢要購買一塊地去建墳，去葬佢嘅亡妻。呢件事對於以色列人嚟講係意義重大嘅。後來呢個墳地就成為咗亞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同埋利亞呢3代人嘅祖墳。而呢個地方希伯倫喺第2節嗰度講，佢原本嘅名係基列亞巴，現在亞伯拉罕將佢改名為希伯倫。而基列亞巴呢個名亞巴係4 1 2 3 4嘅4嘅意思，而基列係城市嘅意思，即係話原本佢應該係有4個城市，又或者話呢個城市有4條路去經過，又或者呢個城市係有4個山頭，呢度都冇解釋得好清楚。但係而家係改為咗希伯倫，希伯倫就係聯合嘅意思。一個地方如果要改名，其實係顯示咗佢嘅主權係有所改變，亦都顯示咗改名嘅人嘅心思。現在亞伯拉罕將佢改為希伯倫，就係聯合嘅意思。呢個聯合嘅意思好大機會係亞伯拉罕想將來呢個地方係聯合佢嘅後人、佢嘅後代，佢哋都以呢個地方為依歸。結果希伯倫呢個地方真係成為咗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其實就係連大衛將來佢登基嘅時候都係喺希伯倫登基嘅，可見呢個地方幾咁重要。喺聖經裏面為一個地方改名而去宣示主權，又或者表達心意嘅係有其他嘅例子，譬如雅各佢改咗路斯改為伯特利，大衛改咗耶布斯改咗做耶路撒冷，都係例子。喺本章第3節呢度出現咗一種人係叫做赫人，佢哋係挪亞嘅孫，就係迦南人嘅後代。佢哋曾經興盛一時嘅，喺當時甚至可以嚟到同埃及分庭抗禮，成為當時嘅2大超級大國之一。而後來甚至係統治整個小亞細亞同中東地帶。喺亞伯拉罕現在嘅呢個時期，呢啲赫人佢哋係統治着迦南地嘅。赫人當中，我哋比較熟悉嘅就係赫人烏利亞，佢後來就係拔示巴嘅丈夫。我哋講到大衛嘅時候，都會再提到佢。而呢種人種赫人喺今天嘅現代社會當中係仍然存在嘅，佢哋就係居住喺土耳其一帶嘅地方。而亞伯拉罕就係要揾到呢班嘅赫人嚟到做買賣，因為呢班嘅赫人佢哋係統治緊呢個地方嘅。但係今次好可能並唔係亞伯拉罕第一次買地，因為喺使徒行傳7章16節嗰度記載咗，其實亞伯拉罕佢第一個到達嘅地方叫做示劍，佢曾經喺嗰度買過地，亦都係買嚟做墳地嘅。但係最終佢係冇使用，好可能有2個原因。
第一就可能嗰個墳地係被人佔用咗，因為嗰度嘅示劍人係非常之奸詐嘅；而第二就係可能因為撒拉死嘅地方係比較遠離示劍，亦都不方便將佢嘅屍首運上去示劍埋葬，所以就選擇喺希伯倫呢個地方要再買地。其實最終示劍呢個地方係被分配咗俾約瑟所使用嘅，因為雅各喺臨終嘅時候將示劍分配咗俾約瑟。呢度我哋睇見亞伯拉罕佢喺今次呢件買地嘅事件上邊係好有智慧、好聰明咁去部署，原因係因為佢係外來人，希伯來人嘅意思就係外來人嘅意思，佢係冇權去買地嘅。本章嘅第4節，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呢度講明咗亞伯拉罕係一個外來人，佢表明自己係想去買地去葬自己嘅妻子。但係喺第6節嗰度，客人嘅回應係：我主請聽，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尊貴的王子，只管在我們最好的墳地裏埋葬你的死人。我們沒有一人會拒絕你在他的墳地裏埋葬你的死人。嗰啲客人起先嘅時候，其實佢係拒絕亞伯拉罕喺呢個地方買地嘅。佢哋話：我主請聽，你既然係我哋中間一位尊貴嘅王子，你想喺邊度去埋葬你嘅親人，就喺嗰度去埋葬就可以啦。其實呢個係一個以退為進咁拒絕佢擁有任何土地嘅一個方法。但係喺呢度，亞伯拉罕並冇放棄，佢立刻深深咁去叩拜、去行禮，因為禮多人不怪。因為禮多人不怪，亞伯拉罕係深明呢個道理，然後佢跟住每一句說話之前，佢都會再行一個下拜之禮，然後喺本章第8至第9節對他們說：你們若願意讓我埋葬我的亡妻，使她不在我面前，就請聽我，為我求所轄的兒子以弗倫。第9節，把他田地盡頭的麥比拉洞賣給我，他可以按照足價賣給我，作為我在你們中間的墳地。亞伯拉罕佢就說明咗，佢係想買客人所轄嘅兒子以弗倫嘅山洞。當時以弗倫就回應喺本章11節：不，我主請聽，我要把這塊田送給你，連田間的洞也送給你，在我同族的人眼前都給你，讓你埋葬你的死人。以弗倫嘅回應係話，其實係唔使買啦，一個山洞連埋嗰塊田，我送出就可以啦。其實呢度嘅意思，佢並唔係真係想送出，其實呢度只係客氣嘅說話。佢話如果要買就買埋塊田嘅意思，因為只買一個山洞對佢嚟講數額太少，吸引力係不足嘅。喺呢度我哋停下來想一想，其實亞伯拉罕作為外人，如果佢並冇買呢塊地，真係將佢妻子葬咗落去，將來對方實在係可以反口。如果喺後人之間起咗爭拗，甚至連先人嘅墳墓亦都可能會移走。所以喺呢度23章12節，亞伯拉罕就立刻再下拜，然後13節對以弗倫說：也給當地百姓聽，你若應允，請你聽我，我要把田的價錢給你，我要把田的價錢給你，請你收下，我就在那裏埋葬我的死人。亞伯拉罕非常之精明，因為當時係聚集咗好多人喺度，佢馬上就嚟到講出自己嘅要求，就係如果你容許我就連塊田都買埋，我就買田同埋買山洞。去到第15節嘅時候，以弗倫再回應：我主請聽，400舍客勒銀子的地，在你我中間算什麼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以弗倫好似不經意咁提出咗。呢個山洞同埋田地只係值400舍客勒，有乜嘢大不了呢？我就係送咗俾你都得啦。然後亞伯拉罕就好聰明，佢馬上把握機會，就拎咗400舍客勒出嚟成交。整件事由最初佢哋拒絕賣地，到亞伯拉罕正式成交，喺當時係喺城門口進行嘅，就好比今天我哋喺律師樓做咗買賣，喺嗰度成交，一切嘅契約都辦妥咗。呢度我哋睇到，其實亞伯拉罕佢係好有智慧同埋把握機會買咗麥比拉洞。麥比拉嘅意思係雙重嘅意思，原因好可能係個洞裏邊係有另一個洞，洞中有洞，又或者呢個洞係用咗雙倍嘅價錢去買，因為其實呢塊田佢買得非常之貴，因為我哋知道
後來耶利米佢買咗一塊田，只係17個舍客勒，而家佢用咗400舍客勒去買一塊田，而且當時一個人嘅人工一年嘅工價只係10個舍客勒，可知呢個係天文數字，係一個人40年嘅工資，係一個人40年嘅薪水，但係佢都肯買，因為亞伯拉罕而家終於擁有產業啦。呢個地方迦南地，佢再唔係一個寄居嘅人，佢喺呢度真真正正擁有咗產業，可以去下葬親人，並且佢哋嚟緊嘅3代人都會喺呢個產業當中去下葬。第17節，於是以弗倫把那塊位於幔利對面的麥比拉田和其中的洞，以及田間周圍的樹木都成交了。18節，在所有出入城門的客人眼前賣給亞伯拉罕作為他的產業。19節，後來亞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安葬在迦南地幔利對面的麥比拉田間的洞裏，幔利就是希伯倫。20節，從此那塊田和田間的洞就從客人移交給亞伯拉罕作墳地的產業。喺呢度我哋又停下來想一想，亞伯拉罕佢用咗高昂嘅價錢去買呢塊田同埋山洞，算唔算係好精明呢？我哋唔好以為亞伯拉罕非常之吃虧，其實我哋喺前幾章喺創世記20章，我哋記得亞比米勒王佢係送咗1000個舍客勒俾亞伯拉罕，而家佢只係用咗400個舍客勒。其實一切都係從天父而嚟嘅恩典，喺整件事情裏面，亞伯拉罕佢係恩典夠用嘅。喺整件事情裏面，亞伯拉罕佢係恩典夠用嘅，一啲困難都冇。喺整件事情裏面亦都教識咗我哋，正如哥羅西書4章5節嗰度話，我哋要用智慧與外人交往。喺呢度可以睇到亞伯拉罕佢實在係咁樣以智慧與外人交往。我哋雖然要守着自己嘅原則，但係馬太福音10章16節主耶穌喺嗰度話，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純良像鴿子。主耶穌俾門徒嘅教導就係話，佢差派門徒出去如同羊進入狼群當中一樣，所以佢哋需要好似蛇一樣嘅靈巧機警，同時亦都要好似鴿子一樣嘅溫柔純良。我哋都要用智慧與外人交往，默想祈禱，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阿門。